生活消息来关心市面上有真侪针对户外幼囡仔咧食的牛奶粉，或者成中配方。昨昏有立委甲医生召开记者会，表示真侪家长唔知影这产品内底内容，可能对互囡仔无啉到营养，颠倒啉到糖，所以呼吁咱食药署爱参考美国的规定，要求厂商表示糖分有偌悬。 真侪幼囡仔一岁以后拢搁咧啉牛奶，市面上阁有真侪强调成中配方的产品，宣称对一岁以上的囡仔营养吸收将有帮助。但是立委陈秀宝甲营养师等等伫记者会指出，即马成中配方的产品并毋是特殊的营养品，嘛无算是六大类食物当中的牛奶制品。家长其实毋是足了解内底的糖分甲牛奶的含量。 添加的这个东西呢，是有玉米糖浆甜的精制糖，我们这个蔗糖，我们的玉米糖浆固形物。 哦，这是前面几位，那是不是就类似含糖饮料的概念呢？牛奶罐仔顶悬虽然有标示糖分，不过到底是加添的还是天然的，其实看不出来。营养师表示，囡仔若食啉，可能食到过量的添加糖。 呼吁食药署应该比照美国实施标示添加糖的新规定。小儿科主任嘛讲，其实一岁以上的囡仔主要的营养应该爱食天然的食物、训练。 加补，因为大家可以理解，吃要咀嚼，要吞咽，它其实是一个婴幼儿成长的过程。可是如果我们都跳过这个咀嚼这个过程的时候，有的孩子真的会只想喝，不想吃。 食药署表示，即马成中配方的产品拢列入一般食品的规范，牛奶量超过50%，才通叫做成中牛奶粉。家长咧选的时阵爱斟酌，6月卖召开专家食品安全营养会议，无排除参照美国规定成中配方等等的相关产品，表示添加糖的成分。记者电话文李玉凯台北报道。